早起水溢出路面，流向泵坑下水。工程单位是按算开便道，让东机区通好入去开水路。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第2轮得票领先，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已经先敲电话解祝贺。金门昨一个查甫人食酒驶车，搁驶正向超车，造成一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人是已经到案去上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8公司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这花莲太鲁阁影仔口附近，昨是崩山出现崩山湖，今早起水是已经溢出路边，流向建兴泵坑，搁对这泵坑的另外一头下登去入溪。当地嘛已经翕到这泵坑口强要规个引起的画面。工程单位是按算对旧台北线开便道，让东机区会当入去乌头石开水路。水一直为泵坑口问出来，往牡丹桥面2边流，那亲像一座天然的水墙，真惊人。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影仔口这块咧，因为土石崩塌出现崩山湖，10早起一流入去建兴泵坑，对水位持续涨悬，免水道内嘛入水。另外一边建兴泵坑的西边出口差不多规个淹去，敢若剩西边出口的泵坑头尾顶。东端那边有个牡丹桥，它会水会从牡丹桥往那个利乌溪的方向的那个排掉。一流水稳定回流入雾溪，林保署评估水位风险降低，不过危机还未解除。因为水坝附近有当时有石头崩落，根据气象署预报，山区这阵下落较大的雨，19到22天，园区持续封起来。气象情资会有持续的豪雨或是大雨的状况，那我们这边也是持续呼吁民众、游客，非必要我们不要进到太管处的园区里面。怪手上去，我们就可以逐层的来降洼，让水位也跟着降低，那么坝体的部分也可以风险可以更加的减少，所以目前正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中。连续2天实地勘察了后，李明安表示，规划为旧台北线拍通便道，为坝顶降乌土石引水，还需要开乌山壁，工程单位等拍片克服。那我们民有社区的民应该是有将近500人。那因为有些是一清，有些可能是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来住宿，所以直计到我们收容所部目前是160名。顾虑到居民的安全，秀林乡17预防性撤离民有民乐部落的居民，目前安置伫光复国中也甲阿年宿舍。收容所预定维持5天开设，一直到危机解除。记者采访报道。花莲光复乡今仔日是演练疏散撤离，下晡2点先发简讯警报，请居民都要疏散去收容所。也若是4点是发这崩山湖的警报，请民众都要去较悬的所在避难，莫实施强制撤离。伫咧3点钟内完成所有的撤离计划。下晡4点一个到崩山湖警报系统就断啦，伫大街小巷警察车也播送避难的广播。花莲光复乡伫崩山湖灾后，可能拄到风神风台侵袭，18头一摆进行疏散撤离演练。下晡2点开始，先发送一个简讯警报，请民众配合疏散到收容所。现场有官方人员来协助安置。看他就是如果说家里都会先以户长为主要嘛，然后他可能有带他的家人嘛。总协调官桂连成甲花莲县长徐正伟这人到电视台演练情况，像是马太安教会有个会使接纳250人。牧师跟我讲，250位没有问题。那他们睡的这个椅子比较有一点斜，但是我们会提供睡袋。这次所有的居民我们都准备1个睡袋，如果你觉得1个睡袋不够，我们会有2个睡袋铺在你的垫子上面。虽然有不少民众来到收容所避难，也有民众是直接被到厝内底2楼去避难。一家人也伫市区也可来看这民众状况，确认是毋是严格来执行向上避难。团队要上去。就伫中途就拄到一寡倒煮饭的义工，也伫个徛起1楼，伫个煮饭准备。当场解讲假使关掉，正是演习时间。职工也赶紧甲假使关掉，物件收好，赶紧去楼顶避难。随上对早起开始，包含大马这村庄的民众继续伫个门外来贴沙包，有的也伫个窗仔顶面钉茶帮，来防范若是有风台来，风雨袂吹入去厝内底。也有民众提早离开到亲戚朋友因兜去避难。家里有没有准备好东西？如果你要做垂直避难的话，
就是泡面那些食材，我冰箱是还有东西啊。演练啦，他们说有人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啊，很累的，大部分都有的出门了，有的到花莲到义犁啊。根据官方精神，讲好这3个乡镇实际上有4200多人住伫遮，也来一摆头一摆疏散撤离演练，整个计定伫3点钟内底完成疏散撤离，车辆的载运也佮有人员物资到位，这演练停驶，事先来进行防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风台风神，昨晡暝是已经形成，虽然未直接走来咱台湾，不过明仔开始，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相带带雨水来，东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拢会落大雨。后礼拜暗时风雨上介强，花莲嘛要注意。全台湾连续几落天的好天气，伫咧10月8日半暝，东北季风增强，天气会明显转变。礼拜全台湾落雨机会拢增加。气象署讲，伫10月透早2点形成的风台风神，行对南海去，直接来台湾的机会无大。不过后礼拜1到拜2，自南海北平山顶东时阵，甲东北季风形成强伴效应，会落雨。迎风面地区的雨势是非常的明显。20到21号这段时间呢，公办效应的这个影响会更加的明显。后礼拜1到拜2，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北海岸东半部、东部山区或是豪雨等级。气象署甲天气风险管理公司讲，北花莲要特别注意。靠近太鲁阁、秀林乡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达到豪雨甚至到大豪雨的这个程度哦。10月早起10点4分有地震，宜兰花莲甲北部民众拢有感觉。宜兰县也搁发国家级警报。气象署讲，地震的规模5.3，上大震度3级，深度14.3公里，震央伫花莲外海。地震形成的主要的原因是由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的碰撞。菲律宾海板块隐没的时候，在隐没带的上缘这边，然后发生地震。3级的震度主要是在宜兰县的南部跟花莲县的北部哦。高铁讲，列车运转无受影响，台北捷运加新北捷运的环状线，拢照 SOP 列车慢速行驶顺检，暂时无异常汇报，正常行运。地动七部中心讲，地动规模5.3，所来一个地动尾会连续3天，可能会有4.5到5级的地动，大家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投票到4点，开票了后，候选人郑丽文稳定领先。党主席朱立伦是已经伫咧暗时6点发表谈话，强调讲伊已经有甲6个候选人通过电话，嘛邀请郑丽文去党中央。不过，犹原是爱等上尾开票结果出来。那我刚才跟郑立伟同志表达了恭喜，当然最重要的结果还是要等完全统计出来之后，由我们选监小组召集人、连副主席来做正式的宣布。朱立伦强调讲，毋望伫咧新任的党主席带领之下，国民党会当愈受民众的支持。也那候选人之一的罗志强嘛已经公开向郑丽文来祝贺。不过，国民党新任的党主席的结果，犹原是爱等开票的数字确定了后，由国民党中央公布才有准算。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人已经到美国甲 Trump 会谈，照 Trump 会后的回应，伊是暂时说服泽伦斯基按照目前交战的精线来停火，也就是乌克兰无法度甲失去的土地摕倒转来。也若是乌克兰是毋望美国会当提供政府飞弹，美国犹原无答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搁再到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双方无前一摆会面时遐尼互不相让，会谈的气氛袂歹。会谈前包含乌克兰方面甲背后支持的欧洲国家拢真期待，川普的同意运交这个战步生意飞弹予乌克兰，互乌克兰会使亲力打击罗西亚战略要地。不过，川普的答案明显甲外界期待差真多。Would much rather have them not need tomahawks. Would much rather have the war be over. To be honest, because we're in it to get the war over. 会后，第六记者询问泽伦斯基也知影讲，即擺伫武器方面可能會空手轉去。We decided that we don't speak about it because nobody wants, this United States doesn't want escalation and etc. So this we will be out of the questions about it.
另外，伫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停战问题上，川普政府维持原本立场，也就是无啥可能和乌克兰完全收回开战3年外来罗西亚所攻占并且实际所控制土地。In my opinion, they should stop the war immediately. You go by the battle line wherever it is, otherwise it's too complicated. You'll never be able to figure it out. I think we have to stop where we are, and he is right. President is right, and we have to stop where we are.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所成立2005年10月中上新的罗西亚甲乌克兰交战前线土地，设立较深的代表开战进程由罗西亚控制克里米亚，也有卢汉斯克甲顿内茨克少数地区，且是代表开战3年外来罗西亚所提落的部分，包含卢汉斯克全部甲顿内茨克、扎波罗热，也有赫尔松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乌克兰军队伫顿内茨克主要重要据点波克罗夫斯克已经予罗西亚3面包围起来了。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转来关心国内以外的消息，金门昨有一个细长的查甫人食酒塞车，而且经过路口的时阵，佫驶正向超车，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迄个时阵，这个查甫人佫甲车等下就紧绕跑，这阵是已经到案去互上班。监视器画面看到一台黑色轿车快速变几条链，到尾4连向天倒伫路口，无偌久驾驶就为车内爬出来，到尾车等下做伊走。因为他撞到之后他就翻覆了，撞到你们之后翻覆。对他翻覆之后，因为我们还在联络的过程中，他就跑走了。这件意外是伫金门17暗时6点外发生的。现场的查甫人驶黑色轿车，经过金湖镇宽岛北路玉环路口附近，反向超车弄到一台机车了后，佫弄到小货车甲轿车，到尾车失控并车。警方调阅相关监视器，真紧就锁定现场的查甫人。策动亲友给予压力。最后彰显于当晚2:30许至金城分局归案，彰显酒测值超标。这个车祸造成后龙骑机车4翁的女性重伤死亡，后龙的轿车驾驶手骨扭伤，身躯头刺伤。现场的查甫人可能依照啉酒赛车致死，甲肇事逃走致死罪上班。死亡的4翁女子是一个幼教老师，校长讲老师教学认真，真有爱心。学校因为承办专关幼儿教师精灵演习，17 4翁的老师甲授课教授讨论到尾仔才回厝，无想到拄到这个车祸。18个演习活动照常举办，按过真个老师知影了后。目眶红红地上课，目前学生囡仔也唔知影情形，学校是点点啊维持正常上课。1到6月全国我们跟前一年度相比，全国是减少了5.1哦，全国是下降的，结果金门是暴增到61%，就代表他们根本没有在做酒驾防治这件事。协会针对今年1月至6月各县市啉酒赛车防治成效评比，死伤前检落前3名，第1名是金门，29个人死伤，比去年同期增加11人，前检率61%。第2名是宜兰县，前检率56.4%，第3名是澎湖县，前检率25%。协会是讲，啉酒赛车的防治需要地方政府跨局处联合，除了加强高风险场合临检频率，嘛应该无定时劳检劳工啉酒工作的情形。卫生局嘛爱加强酒瘾的患者戒治等等，才当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云林土库顺天乡绕境说是出意外，今日早起7点外，一个桥班的人员检查起马炮的炮管，伊打探过看，这炮就开始崩。这个查甫人是直接去互炮崩着，加在送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云林县长张立先看起来真紧张，提病紧贴边的查甫人饲着来指挥。赶快！这查甫人面受伤，不过人是清醒的。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随接手送病院，加在人不要紧。代志是发生在18早起7点外，云林土库的顺天宫正伫闹热举办绕境疏护活动。依照往例，新桥起驾进前拢会放一个起马炮。这炮啊声真大声，而且庆火出来。也一个光桥的4岁查甫人，才要协助县长张立先这个人，甲隐形藏伫个炮管内底时阵，敢若无注意到这个炮管伤烧。第2回也未引导时，就赶紧去看，所以造成意外。
没有发现说，现在的这个鞭炮还没有完全燃烧完成哈，他就贸然前去哈，那所以造成鞭炮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意外哦。我们当时呢，我们自己有4个这个医疗团队，那我们医疗团队呢马上紧急，那因为县长他本身也是医疗背景也是护士背景所以说他当时赶快来帮他先做加压止血，因为有撕裂伤。另外，理化老师讲，起火炮有火药量大，威力比一般的炮加增强，放的时阵爱特别细腻。在爆炸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声响所以它的分贝可以到达150到175左右。如果你靠得太近的话，耳膜很容易会被震伤再来，骑马炮它在爆炸的同时呢，会在管口呢喷出很多碎片的东西理化老师讲，除了爱注意炮声甲火光的威力，连续放的时阵时间要小加一个，或这个炮管温度稍微降低一个，嘛爱20度啦，才有法度避免危险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回答台湾总部锁定的北树科T 17、18土地，地上权伫咧新工人秀手头。这新工人秀是甲解约金开甲悬。但副市长李树川是话讲要叫第三方来鉴定绩效，新工人秀态度才落软，讲愿意协调。这议员是呼吁北市府，虽然是要争取甲回答留落来，不过嘛袂使互这新工人秀甲绩效大死死。回答要设海外总部上到北树科T 17、T 18用地，说因为台北市政府甲新工人秀的用地登记无法度进行，新秀进行大规模举行动土仪式，外界解土实地宣示主权，宣告双方的对立。对这代志，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提出第三方鉴价，新秀嘛释出善意，愿意甲台北市政府展开协调机制，进一步协谈合意解约。台北市长邱万安嘛作出回应。一直立场一样，就是全力争取辉达能够顺利留在台北。新秀表示，公证人士所组成委员会不动产鉴价工会拢是当接受的第三方，不过第三方鉴价方式敢有法度正做解封，那里民代看法无同。民进党颜玉芳表示，若是分手费超过100亿，民众未接受。未来第三方公证单位的建价，如果有超过100亿，那台北市政府要买单吗？我觉得台北市政府它必须自己要有一个上限、一个天花板，来做一个衡量。大家也不希望看到你一方跟市政府拿分手费，二方呢又跟辉达拿权利金，一块空地两头赚，这也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而经济部二是进程要整理备案土地，已经进入倒算阶段。国产署预定要提供台北市湘南营区南口土地资料予回答。即马传出台东嘛要插一卡，台东董事长张英华甲前董事长林桂文彦达成开发共识，愿意释出中山北路的总部甲台东大学的校地，争取回答入来台北市中山北路的精华地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华保险顺德宫的冠军帽仔是真出名。即阵这庙方为着要甲去花莲斗救灾志工致敬，是穿5800顶帽仔，顶冠是印沙条超人，花莲加油，有去救灾的人拢会当领。时间到，中华保险顺德宫就开办信徒，因拢是进前北基花莲光复参加救灾的沙条超人。而且大点贵了先恭喜，好，谢谢。工作人员把帽仔分予沙条超人了，抑阁提醒因爱去过路，予神明加持。这顶蓝色的帽仔顶面除了有中华保险顺德宫的名，边抑阁沙条超人花莲加油的字，对北基参加救灾民众特别有意义。有没有觉得很高兴？当然了，那所以我们一起来的，对。我没有去，我是小孩子去了，而且来帮他领这样。对。好。庙方讲，花莲县马太安区崩山湖满流出来，造成花莲光复乡灾情惨重。来自全台湾的志工，大家来斗三工，也展现台湾的精神。就信徒想讲，要做300顶的帽仔送予救灾英雄，庙方也决定要加做，因为反应正热烈，也决定要增加到5800顶。领帽仔是有约制，只要有相关证明或者是相片，就会使约时间来领帽仔。现场的照片还是票根，然后捐款收据这些我们都可以。足认真去做
这个工课吼，这是一件好代志啊。顺着讲，因为有人志工哦，就是一样去帮忙的志工哦，伊专工来顺着讲，讲伊要关无啊，啊要送哦，在受灾户或是帮忙的志工。庙方讲，2个月分做9天来领，除了表达对沙头超人的感谢甲祝福，也希望这种精神会当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台语文化区今仔日是办台语音乐节，邀请合唱团、乐团、金曲奖的歌手，真侪无共风格表演者，希望是透过音乐，让大众听到水开的台语甲文化底底。滨河国校合唱团用响亮的歌声演唱经典的台语囡仔歌，嘛有现代歌手甲传统北管乐套揽伫台语流行歌内底，无共风格台语歌，互现场民众听甲耳仔啪啪啪。你好，是我细汉时就会常常听的歌啊，今仔日会当听到我感觉传情的感觉，嘿，啊，感觉就亲切安尼。就是有熟悉人介绍本来，虽然我的台语无好，但是要听看卖，佫会当学台语。关怀文教基金会18这日伫中华台语文化区举办台语音乐节，邀请6组团体唱出风格多元的台语歌。基金会表示，中华主要用台语的人口占6成，伫全台湾的县市内底排第3。但是即阵真侪少年人就算会晓台语，嘛真罕咧讲，个人是惊台语对袂着阵，所以唔敢开喙。希望大家透过音乐节放互轻松，同齐来唱歌讲台语。不管是对音乐的这个提升，另外就是对学音乐在这中间会当共款加强咱家己本土语言文化的这个推动，让大家人会当做伙参加。阮认为，笑好笑坏是一件代志，大家做伙参与做伙推动，这就是阮的一个作用。希望大家有互动。基金会表示，这场活动唔但是音乐表演，嘛是咧实现台语生活化。透过旋律、节奏、歌词，互民众听到台语的水开甲文化底底，嘛毋望歌声会当互台语若像活水，传到每一角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回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